先生，请问有乜嘅事情我爱听秀的冇？你黑客家人啊？很好啊，俺没黑客家人哎，是这样哦，因为我有一些急事啊，要赚苗栗跟萝卜啊，所以也不知道到底要搭哪一班车才好哎。冇问题，听下啦。谢谢。好，我同意听秀查看啦。苗栗咯。7:30开往苗栗嘅基港好唔做得错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有。那个是7:30的地拱后，往苗栗对不对？有安置 C。那台北到苗栗要多少钱啊？台北到苗栗嘅基港好票价係198條。200油照哦。那我先去買票好了。等下，既然有機會熟悉你，我後面做到帶，我推你電話來買票。西蒙。這位先生要買台北到苗栗的莒光號1張。安置 C。哇，台铁是不是都跟你一样，这个所有的人都服务这么亲切热心啊？我省了好多时间呢。现在买到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应该真去吃个晚餐啊。那你可以来尝一尝我们铁路局最有名的铁路偏筒。对。现在流行复古风啊，我可以吃一个这个铁路偏筒啊。好多年没有吃到了，我可以顺便回味一下儿时坐火车吃便当的滋味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赶快到餐厅去用餐，以免耽误了你上车的时间。安置 C 啊，所以啊，爱公哈嘎发，你的人缘才会好，做事可以省很多时间哦。台铁火车1级棒，安全、舒适、经济，请多多利用。所以大家多坐火车喽，安置 C。那我就去吃晚餐啦，C 蒙啊。苗栗基港好，買票，安置 C，200條。